中九龍繞道預計年底開通。據了解，當局暫定12月21號通車，而九巴同城巴將會開設共3條新路線。耗資420億，2017年動工嘅中九龍幹線，全長4.7公里，連接油麻地交匯處同東九龍啟德發展區。日後往返油麻地同九龍灣嘅車程，可以由而家嘅半個鐘大幅減至大約5分鐘，建議收費8蚊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上個月話，繞道結構工程已經完成，而專營巴士已經進行道路測試。據了解，當局暫定12月21號通車。九巴回覆查詢話，正係為開通做最後準備，包括安排巴士測試路面同訓練車長，亦都會開辦2條新路線，來往荃灣西同油塘，同埋屯門同觀塘。另外有5條現行路線會改行中九龍繞道，亦正係研究改劃行駛將軍澳同新界西等嘅其他路線，俾更多地區嘅居民受惠。城巴話將會推出新嘅機場快線，連接將軍澳機場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。預計日後來往日出康城同機場嘅車程大幅縮短40分鐘。城巴亦正係計劃喺中九龍繞道全面啟用之後，再安排部分路線改用繞道。無綫電視記者翟元文報道。